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初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对顶关税，美国甲台湾扣20%，不过是原底关税佫加上20%。美国从一个政府欺骗百姓，因若定名讲4月份就税平。台南一间人家厝火烧，一个阿伯走出来了后，佫走转家己拍火，落尾手不停回往。今仔日咱要先来关心美国公布对顶关税，甲台湾扣20%。不过行政院昨昏暗时也证实，实际上咱台湾的关税是原底关税佫加上20%。针对这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提出质疑，讲政府甲大家讲20%，其实根本就唔拿。也拿民进党团讲4月份行政院就有对外说明啊。面对美国出对顶关税动群，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证实，咱国对顶关税是原有税率国加20%，唔是加20%尔。台北市长金满安郝友宜话，中央第一时间都应该讲清楚、讲明白。不要是一次次挤牙膏，很被动破碎式的讲，让产业和民众持续的抓瞎，而无所适从。能够把关税降到最低，而且不叠加，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质疑美国对顶关税切正式上路，不过经贸办拖到7月暗时才证实，唔拿20%。要问赖政府，这种暂时欢喜还够偌济？我们的政府从头到尾都在丧事喜办，一直跟全体国人说，我们所适用的20%的关税，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如何，用黑箱的方式。到现在还在用暂时性的关税来蒙骗国人的方式，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美国这一次与世界180多个国家所进行的新关税的谈判，都是外加的方式，而不是内涵，不是针对性的对台湾，也不是现在才掌握的讯息。吴思瑶讲，行政院4月初的记者会，政委杨定年就清楚说明，美国算法是最惠国税率加对顶关税税率。不过，乱世报点出，日本政府对美国甲讲好的15%变做加15%，正式抗议了后，美国嘛随修正，领在台湾的。日本做得到15%，属于内涵的。将来的话，我们跟日本同样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像工具机业、像机械业，输到美国的话，我们竞争力马上少掉了。经贸办佫声明，南方谈判团队也继续甲美方磋商，争取更加合理的对顶关税税率，并同齐讨论供应链合作，也甲232条款相关的议题。经济部嘛指出，因为谈判的天数安排，台美双方还未完成总结会议，只要后续达成协议，可望佫再调降税率。记者采访报道。为初一开始，美国实施上新对顶关税，包括咱台湾在内，大部分的国家使用原底关税佮加起来的方式，嘛引起众人的关注。因为咱台湾销去美国的产品，新的关税恐惊会超过20%，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冲击。美国8月初7正式启动上新对顶关税政策，对包含台湾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采用累积加起来的方式，也就是台湾出口到美国的相关产品，实际税率会是原底原有最惠国 MFN 税率，佮加上20%的对顶关税。新关税恐惊冲击到台湾传统产业、农渔产品等等。当然会啊，当然增加20%的成本出来啊。美国市场就会比较减少一些吧，那其他的地方的市场就尽量争取吧，少数的受到影响吧。我们主要是出口到东南亚，再加工成品到美国去啊。经济部发声明证实，美国对顶扣的税率是原底税率，佮加20%的关税，加起了后，咱国纺织业的新关税上悬会达到40%，脚踏车整车出口也可能超过30%，工具机产品新关税共要25%。另外，原底零关税部分农渔产品也可能扣20%的税率。对此，经济学者认为讲，台湾传统产业应该引入数位科技转型，提升市场的竞争力，会当考虑把工厂刷到出口的国家，降低生产的成本，分散风险。你生产这些产品是不是要卖到需要的地方去去盖一个加工厂？你这样子才会在全球贸易中间汇率风险你都可以做闪避的动作。
那科技产品的部分，虽然美国宣布半导体关税是100%，但是若伫美国设厂会当唔免扣，因为台积电已经伫美国投资，业界认为是可能会唔免扣。因那行政院经贸办是强调，咱的谈判团队会继续甲美国协商，争取更加合理的对顶关税税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这个意外消息，伫台南有一间人家厝饭店过3点外发生火烧。有一个73岁阿伯，伊走出来了后，佮翻头走转，想要家己拍火，错去互烟砸到上全的昏去。落尾手消防人员甲伊救出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不幸过往。那其他3个带做火的亲人是拢已经送病院。庄仔座病街厝明显互大火烧过焚热，尤其是厨房烧甲乌气，全部都全毁。这场大火是伫初九透早3点外发生的。台南东山区岭南里一大民家，73岁老先生伫厨房煮竹笋，向出现火昏，一家伙4人赶紧逃出厝外避难。咧拍火啊，摕烟筒咧泼水啊，伊毋知要入去天窗啊嘛。阮才会从拄仔找无，佮阮迄个生啊，伊一直找，去楼顶找，伊把找几啊遍，拢找无。住伫附近的亲戚嘛，叫大火惊精神哩，拢出来斗拍火。不过老先生好像是烦恼火伤大，会为边仔间的厨房探去正厅，家己就走转去厝内想要斗拍火，煞去互火粉砸一个昏伫新明厅的涂骹。消防伫大火拍发了后，发现伊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医过程，救护人员一直急救，不过老先生也是救无倒来。其他3个亲人嘛送医，早起检测人员登回火场内外搜证，要查清楚真正导火原因。记者采访报道。提醒民众，即马诈骗是百款。伫台中有一个富人人，伊伫咧网络顶识识一个查甫人，迄个人甲伊骗讲要送礼物予伊，不过都要先纳运费10万块。这个富人人去邮局汇款，去互柜台人发现讲，这其实是诈骗。另外有一个老阿伯，伊接到电话，讲伊的雇主流出去，都要付现金来倒管理伊的财产。伊130万交去了后，感觉怪怪，是赶紧报案抓人。这位女性来到邮局，按算要汇10万块的现金，表示是要领包裹的运费。银行员发觉有问题，马上通报警方。你在哪边看到有这个讯息？礼品包的讯息在哪里？Facebook 吗？在哪边？在那个，一定有的嘛。女性讲法真奇怪，警方继续甲伊问，并且看伊的手机对话记录，发现伊是用网络社群抖音。实在这位男性，逐工拢照起工甲伊关心，互伊感觉受人疼惜。了后对方表示要送礼物，唔该先付珍贵的运费才会当寄出。加在有警方主动才不哄骗。对方声称要送一份爱的礼物，以表爱情忠诚度，但需代为支付新台币10万元运费。远景一看赖谈话内容，确认妇人被骗。另外，还有一位80岁阿公，也接到讲家己是宜兰营总人员的电话，表示资料漏写黄德用，再个转互记检警来通话，要求代管财产。这位阿公第一届交现金的时感觉奇怪，通报警方做回抓人。以刑案需代管财产为由，要求面交金钱。老翁先交付130万元之后，发现有异，立即向本分局报案。根据拍诈骗的数据统计，顶个月诈骗的案件受理数量达16000多件，水准是85亿4000多万。手法有网络买物件诈骗、假投资诈骗、投资骗钱，还有招亲骗钱等等。学者表示，犯罪手法真侪是会先得到信任，再个一步一步甲你拐入去诈骗的陷阱。他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谈钱，他首先会斜杠进入你的这个团体里面，接下来取得你的信任之后，才告诉你，奇怪，你怎么发现这个日子过得非常好？因为我有一个成功的投资，接下来一步这个引导你进入。学者表示，这挂诈骗并不是一开始就讲得钱，不过诈骗集团用被害者雇主漏写，也是得到信任了后，就一步一步进行诈骗，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川普车牌时阵证实，8月15，伊会伫咧阿拉斯加甲罗西亚总统普丁见面，来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和平的协议。川普讲，目前是已经真瓦紧达成停火的共识，而且协议的内容可能甲交换领土有关系。希望这一届会当真正结束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美国总统川普车牌伫伊的社群媒体发文证实，8月15会伫阿拉斯加州甲罗西亚总统普丁会面。原来车牌川普伫白宫记者会也强调，这届会谈会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交换领土的议题。
Will Zelensky have to give up territory, Mr. President? You know, a lot of Russians have died, a lot of Ukrainians have died. So we're looking at that, but we're actually looking to get some back and some swapping. It's complicated. It's actually nothing easy. It's very complicated. 川普强调，当咧拍拼甲罗西亚参详，甲部分战争期间占的领土经过乌克兰。美国媒体引用表示，美国甲罗西亚当咧讨论停火协议的条款，当中普丁计划要求乌克兰甲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割出来，要到2014年和罗西亚并吞的 QTVR 半岛，甚至甲扎波罗热甲黑熊列入去罗西亚的版图。不过协议的内容也未确定，随时会当改。川普也重新强调，有意积极介入，才阻止这场3年半的战争升级做世界大战。I would say this: that war could have escalated in something much better. That could have been a world war. I think if we didn't come, Ukraine-Russia would have ended up being a world war. And I stopped that. That stopped. Now the only question is, when is it going to be settled? And it could be very soon. 国际专家表示，这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了后的头一场美国甲罗西亚峰会，对川普来讲，伊必须要向国内甲国际证明讲，伊是和平制造者的角色。对普丁来讲，伊也爱向国际证明讲，家己毋是侵略者，只是想要甲顿巴斯的土地摕回来。原来峰会成功甲失败，对乌克兰非常重要，对欧洲盟国也真要紧。 For the Europeans, it does mean that they have to pay even more because then the war will rage on, the war will go on, and the Europeans have to support it because they have promised so. 在美国甲罗西亚峰会开始之前，普丁册备先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讨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普丁强调会继续甲北京保持密切联络。原来习近平表示，北京欢喜看到美国甲罗西亚保持沟通、改善关系，并且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 环保的议题，咱要来看经济发新社的报道。联合国要制定全球塑胶公约，目前第5轮的谈判，大家意见是要真无共款。也那伫咧谈判的会场外口，有环保团体抗议化石燃料的产业，讲因干顾目睭前有日头通闯，完全无咧要意全球塑胶有啥物问题甲危害有偌尔严重。 沉思者坐伫象征地球之表的石头顶，吐下海正手沾满塑胶干仔，倒手摊红圆仔，伫笼罩塑胶粪扫的环境中，作品号名叫做《沉思者的承担》，就伫即届全球塑胶公约谈判会场外电视。 Because we have to think about who we ne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for, which is the next generation, as well as the environment that we depend upon. 去年底伫韩国釜山举行的第5轮谈判失败，今年伫瑞士日内瓦延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嘛坦白讲难度真悬。 Do we have agreement? No, especially on 3 core issues that still are in the hopper for negotiations. Can we get agreement? Yes. Will it be easy? No. 法新社报道，谈判消息人士指出，伫各国表态了后，会议气氛变甲真歹，看袂到任何进展甲成果。环保团体热血和平进前伫会场外倒乌色油漆、模拟漏油事件，经过车因为安尼伫涂骹拖出乌色的粉尘。热血和平不满产油国家一直阻挡公约制定，呼吁其他国家爱反制。 We're calling on ambitious countries to stand up to the fossil fuel industry and pu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llective good ahead of short-term corporate profits. 受到塑胶污染海洋河川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厄瓜多，呼吁这届谈判一定要有成果。August 14 is not just a deadline for our work. It is a date by which we must deliver. 这届产油国家组成自动导合国家阵线，反对任何限制塑胶生产的目标，和谈判亲像无法度有进展。啊，若延续第5轮谈判，公约也是以减少塑胶制品，确保会当回收、减少有害物质、管理现有污染者的主题为主。记者采访报道。伫新德国的外籍移工有3万多人。 为着要互这个离开故乡打拼的人，买当有5路的活动。即马清华大学伊办移工篮球的比赛，即届有200多人来参加。除了运动，买当互相交流、解乡球。这个比赛，互边的人挡袂牢，拢赶紧走来斗加油。对菲律宾来台湾接头路已经来17档的 Rocky 讲。 逐工长时间做工课，足足有时间会当运动，有机会来参加比赛，实在真欢喜。休息的时候，礼拜6、礼拜天可以打篮球，因为我们菲律宾是很爱打篮球。我来台湾2年，没有时间打篮球，
我希望打篮球。上班的时候比较没有时间，休息的时候才会来。活动过程中特别放送菲律宾、泰国国家的国歌，让因真感动，也感受台湾的活力跟友善。对，目前我们在台湾有80位的移工哦，那对我们很多的这个人力短缺、少子化所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所以移工的到我们台湾来工作，其实对我们的国内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哦。那他们除了来这边认真工作，离乡背景认真工作，那其实他们更重要的是一个要在生活跟工作之间取得平衡。主办单位指出，台湾是一个多元平等的国家，透过活动，除了让大家会当在无用的工课以外做运动，也希望让移工朋友在咧他乡感受到厝的温暖。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顶个月丰台内阁落大水雨，台东的灾情是不了严重，毋但发生水崩山，市区嘛做大水。今麦行政院通过丹那市丰台甲728大水河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草案，台东县希望卖当红包括在内，来改善受灾的所在排水的系统。8月初3的西南气流地区大水后，台东县太麻里乡金轮区崩花大水淹入去社区，较早居民早就撤离，但是江园甲田地拢受灾。因那顶个月，丹那市丰台甲基气压连续落2礼拜外的大水后，达人、大武甲金峰乡有真侪所在也拢水崩山，土石流冲入去徛家。到即马，当地居民也是真烦恼，刷落来阁有风台，敢会阁发生灾情？西的水沟都满满的，东的水沟满满的啊，那个上面那边有7家被埋住啊。行政院初期已经通过丹那市丰台甲7月28大水河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草案，草案当中按照惯例激励几个县市，但是台东县却无列入去激励，引起地方的关注。县府即马统计7月、8月灾情，包含工程类甲农损，都超过10亿。县府希望会当列入去重建特别条例地区，这会当对大水的疏通和排水系统的重建有帮助。由于高雄山区下好大雨的状态，因为集水区会把水带到我们台东县的河川那台东亦有相关的影响。即马重建条例草案要送立法院审议，行政院已经要求公共工程委员会要按照实际受灾的情形认定，甲其他受灾的地区也列入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即马台北的中正纪念堂有一场真特别的艺术展览。内底作品是台湾、日本甲韩国新兴障碍艺术家的作品，希望透过这个展览，会当让更较侪人了解艺术无国界，未受语言甲能力等等的限制，而且有无限的可能。他的创作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声音的，因为订书机是什么声音呢？你就咔嚓咔嚓。伫这个名号做无限的艺术展览现场，除了画图以外，还佫有手工的艺术品。这些作品拢是由台湾、日本、韩国的身体障碍者所创作。看起来像是一个艺术展，但其实它创造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连结。那我们这些作者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的作者，我们因为创作、因为艺术展而有了连结。参与展出的台湾艺术家表示，看到家己的作品放伫咧遮，感觉真欢喜。一开始只是喜意画图，因为画图心情真好，无想到讲会当办展览。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坐下来玩玩可以让我心情变好。我觉得帝王企鹅是一个很有那种艺术风格，然后它有跟很多的以前的时代有一些关系。这场国际交流的展览真特别。带日本的身体障碍者来台湾参加展览的民间团体表示，希望透過展览會當讓更較多人看到障礙者的作品甲能力。2011年から課長総会と一緒に展覧会をしてきて、それで続けて今回のように展覧会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障害者の作られた作品が世の中に認め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がやはり必要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主辦單位表示，現場有89位藝術家展出240件作品。藝術展覽對即馬開始辦到9月中，希望讓外界看到智能障礙者的無限。記者陳心彤、謝桂玲台北報道。即馬社會網絡是真發展，不過人甲人的互動煞是愈來愈少。
有的人较袂晓甲人搬烂，会饲动物来做伴；也若有的是会买人形翁仔，家当做朋友甲亲人，做伙生活，甚至是做伙出门旅行。有当时啊，社会上无理解的眼光，会互因感觉真无自在。下回7点半，咱台记台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因的生活甲因的想法。在这个讲究社交甲群体归属的时代，也是有一群人选择用家己的方式找找情感的寄托。因甲人形翁仔做伙生活、做工课，甚至出去行踏，这毋是逃避现实，是希望一种时刻的陪伴。对这个介意翁仔的人来讲，翁仔就亲像因的朋友，甚至是亲人，是会当一直互因陪伴。无论是静静啊坐伫分树边陪因拍电动，也是做伙露营、出去佚佗，这段关系看落哪像假，毋过煞是确实存在的。你看到伊，你就感觉伊真疗愈，安尼规个身心灵就是真爽快安尼，较有安全感安尼。其实这个娃娃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就等于是我带我的朋友一起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玩这样子。虽然人形翁仔清在互看作是情感的寄托，毋过对真侪意爱翁仔的人来讲，这段关系并不是封闭家己，或者是逃避现实。有人因为翁仔找到甲家己相处的模式，嘛有人伫过程当中重新建立家乡真实社会勇气。娃娃即马你买回去啊，练习啊，练习了后，我嘛是希望你会当行出来，不要一辈子都只有玩娃娃。我介的是这个物件，互大家人知影，会当搁摕去做足侪代志，甚至帮助人，互人会当更加幸福。并毋是每一段情感拢需要互证明。嘛，毋是每一种陪伴，拢需要有人理解才有价值。人形翁仔可能无法度取代真正的人际关系，毋过因的存在反映出这个时代咱人对爱、对陪伴，也有希望互理解深深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来看外岛地区28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